你走了，你把事情要闹大了，你怎么跟你妈和儿子交代呀？妈，压力越大，反抗力就越大。做好人也要有底线的吧？对，你看，还是来雪了解我，有什么好交代的？这块烫手的山芋，我妈想毒我，就让她自己握着吧，大不了我可以离开乔氏。啊？我还有钱，我可以保证你们母女一辈子过得安安稳稳的。凌天，你要做生意对吧？我给你本钱，人脉我有的是。我在商场做了20多年，又不是白混的。爸，我支持你。伯父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都会跟着您打天下的。小雪，你不用担心的，好好养身体。嗯。凌天，徐氏那块地皮，你要抓紧跟进啊。嗯。我不相信乔氏没有我还能生存。季云，好了好了，有时候任性也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。妈，好不容易父女团聚，你就别搞破坏，行不行啊？啊，我现在还在担心夏婉晴会联合乔金帆来对付咱们，怎么办？是吗？当然了，他现在有订婚当护身符，我就赶不了他出京了。如果夏婉晴搭上乔金帆，你想我跟凌天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我就不相信这件事情夏正朗他不知道。我打给他，看他什么态度。哎，爸，你真的要打电话给夏正朗？我是觉得再从长计议吧，急不得。那你还是听来雪的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好了，说了半天了，也饿了。啊，哎，我来煮面吧。啊，庆祝新家第1天入住。耶！爸爸煮面条，幸福。好，你一碗，你一碗，开工。我去帮忙。哎，金帆让我把手机给你，充好电了。这2天只有你哥哥来过电话，我跟他把情况都说明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杂志社的万华，我已经帮你请好假了。有其他电话吗？没有，看来你还真没什么朋友。真的没有了。莫凌天，没有。那乔金帆人呢？去会情人了。是他经常打电话的那个吗？干嘛？很关心他？我没有关心他。明天早晨呢，金帆会以你未婚夫的身份陪你一起回夏家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乔公子，全城人都知道你是连父亲都不放在眼里的人，今天居然拿着东西到我们家来，哼，好像不符合你的性格吧？好累呀，撞。上次小人一时冲动，捉弄了夏夫人，小小心意当赔罪，望笑纳。就这点礼物，就想把我女儿带走？你们乔家这账也算得太精了吧？妈，人回来就好了，况且人家给妹妹出了口气，以后来雪不敢再讲出境的事了。你说什么呀你？人家把你妹妹当未婚妻带走了，我没报警，你还感谢人家呢？你别说话，这是大事。这事儿啊，得等你爸做决定。婉晴啊，你先上楼去，你爸跟乔公子有话说呢。还有，把你那裙子给换了，真难看。我不回去，我一回去你又要把我锁起来了，就出不去了。你看，哎，他还反了，这订个婚他就这个样子，要是结了婚，你还回来抄家了你。是我求乔金帆来帮我的。我没错，我为什么要走呀？而且我这样做，来雪和莫凌天就不会再告我了。哎，你看这……然后呢？然后，我要揭穿来雪的真面目，
让他亲口承认这一切都是他做的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你们结婚？当然不会结婚，反正订婚也是假的。婉清，那天是爸太急了，把你逼成这个样子。可是你要找救兵，也不能找乔家。你要知道，这乔家，他不但抢走了我们夏家的女婿，而且还抢走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合同。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乔家订婚的话，会让我们夏家很没面子的。夏董果然是个生意上的人，这个你放心，这个项目我是不会白白拿你的，我会在股东大会上面说跟华朗合作的事情。好，既然乔公子这么给面子，这件事我就放在心上了。爸，你这是趁机想把我卖了呀？什么卖不卖的？你要嫁莫凌天，我们没反对；你现在要嫁乔金帆，我们也不反对呀。既可以送走你这个没人敢要的女儿，又可以攀上我们乔家这门姻亲。夏董，一举两得啊！乔公子，你以为我夏正朗是靠祖先庇荫才有今天的成就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是个角色的话，你今天来我家，我给你喝白开水，哪有茶喝呀？亲爱的，对不起啊，让你跟着来听这么令人伤心的话。得了，乔金帆，别口口声声说仗义帮我们家婉晴，我看你是想利用婉晴来打压你父亲，还有莫凌天那小子，对吧？夏董这么看得起家父啊，还有他在外面的那个未来女婿。哦，别小看那个小子啊，那小子可是个人才啊！我告诉你，万一哪天他把你父亲哄得开心了，再当上你们乔家的女婿，然后又在做生意上露那么一手的话，那你在乔家的地位可就不保喽。除非你利用婉晴啊，你们俩好好配合一下，然后把莫凌天那小子斗臭斗烂，让他没戏。他没戏了，你父亲也就没戏了。你们干嘛要把我当成一件商品，还当着我的面谈？现在只有我还可以帮你跟他们谈判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尽全力的保护婉晴，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，那么我娶她。乔公子，我们已经被你骗过一次了，这第一次算你聪明，要是第二次我们再被你骗，那就是我们傻了。要不要签合约呀？合约就不用签了，把这事儿当老太太的面讲清楚就好了。其实我早就知道夏董你想做什么了。我刚才一直在给奶奶发短信，说你老人家想要跟她见见。好，回短信了，4个字：全力配合。
未来亲家，你们这个女儿啊，我是很中意的，恨不得马上就娶过门。金帆那天也说，奶奶，要不如不定了吧，干脆结了吧。我说不行，现在外面都是风言风语，你一定要先收拾好你爸在外头的那个烂摊子。过些时候等平淡了再结婚嘛。老太太，我们不是要催婚，只是想要一个承诺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年轻人说好就好，说吹就吹，说结婚就结婚，说离婚就离婚，哪有咱们当老人的事儿啊？要不然你这女儿也不会被别人悔婚了，对吗？老太太德高望重，不管是乔氏也好，乔家也好，都是您说了算。那乔公子谁都不怕，他就怕您啊。这个，您要是不说一句话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安得了心呢？那你的女儿怕你吗？还可以吧，她很听话。那当初要嫁那个狼心狗肺的莫凌天，你有同意？哎呀，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了。他听你的吗？哎呀，这么说，那老太太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给一个承诺了。那我们今天好像就白来了，来看风景了。这样吧，我给回你面子。乔氏跟徐氏的那块双联地合同，你们华朗可以入股20%。这样呢，我们两家就在同一条船上了。是。同行也没借口说是非。这块蛋糕切的，夏冬可还满意？老太太一言九鼎，当然满意。是啊，是啊。就是谈一下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对啊，谈一下吧，不要拍我们好吗？不要拍了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一下。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不要拍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快了。让一下，后退，往后退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说你呢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请各位到那边去吧，别拍了。来雪，照片给你发过去了。请您告诉我们好吗？具体是哪天呢？夏婉婷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看来连老太太都出山称你。在工作啊？吃饭没？该不会又吃泡面吧？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没事儿，又不是天天吃。我要你搬过来住，你又不肯，不然我可以照顾你啊。我不是想把工作赶出来吗？不然天天对着你，哪有心思工作呀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孩子了。家里有很多他的回忆，对吗？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今天夏婉婷在媒体上给了我个大大的耳光，我不管，你一定要给我还有孩子一个公正。放心吧，我已经不会再爱他了。
你留在我家的东西，我都替你打包好了，放在寄存仓库里。信封里是仓库的钥匙，还有详细的地址。有空的话，过去拿吧。你说有事情跟我交代，就是这个。你和乔金帆是认真的吗？现在和你还有关系吗？我可不可以求你最后一件事情？无论嫁给谁，也别嫁给乔金帆。为什么？你也知道，来雪和乔金帆的特殊关系。我不希望你帮着他来对付来雪，更不想我们以后成为敌人。我不明白你说的话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。乔金帆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他是全城出了名的花花公子。他向你求婚，很明显是为了利用你。你现在还有价值，那以后呢？还有，我的前途就在乔氏。乔金帆是乔继云唯一的儿子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你如果跟乔金帆走在一起，他会连同公司上下的人一起整治我，那我的前途就毁了。婉晴，你如果对我还有一点真情，你放手吧。就算我求你最后一件事情。莫凌天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来之前，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，千万不要让你看不起我。但现在看来，真的没必要了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今天才知道你有多差劲。那个家伙说的没错，我真是笨。乔金帆是什么样的人，不需要你来告诉我，我自己可以感受。我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要嫁给谁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这个信封里装的，就是这么多年来我花在你这个混蛋身上的心血。不过谢谢你今天的一番话，我现在已经彻底清醒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会对你唯唯诺诺，因为我已经不爱你。记得吗？一起去看星星。这几天在金帆他们家，他没有欺负你吧？他都没怎么回家。他好像有一个神秘女友。他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，好像还会偷偷见面。那他还跟你订婚了？没事啊，反正只是个协议嘛。其实他有女朋友，我反倒放心了呢。别看他表面那样，其实他人挺好的。没关系，如果他欺负你的话，我一定揍他。好啦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？我现在还不想回家，家门口应该还有狗仔队吧？你是想等妈妈消了气之后再回去啊？
都是哥们用。你别这样说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回去的话，哥可以帮你。你不是说一直想开个小店吗？我还有一些积蓄。哥哥只是不想你为了洗脱他们的罪名而毁了自己的幸福，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乔金帆。你根本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哥一定会保护你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再给他们欺负的。我呀，还有这个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哥，你听说过一个幸福水晶球的故事吗？就是传说中呢，幸福都装在一个水晶球里面。后来有一天，水晶球掉到了地上，它就碎了。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去抢、去捡那些幸福，有人捡得多，有人捡得少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捡到了全部的幸福。我觉得我也是，在我最危难的时候，有你们站出来保护我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午饭时间也到了，一起去吧，很多帅哥的。我已经订婚了。哎呀，假订婚了，他又不在，你怕什么呢？喂，老虎妞儿，来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捞到这个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累死我了。你下次失踪的时候能不能打个招呼？公司找你好几次了，很多文件等你签呢。结果呢？我代签了。漂亮。你做事怎么总是这么不分轻重啊？我刚刚送过你礼物的，讲话客气一点。就这个，谁稀罕？多少名媛梦寐以求呢？真是的。乔总，您回来了。奶奶呢？老太太和燕归姐去普陀山烧香拜佛去了，过2天才回来。啊？奶奶说了，要感谢佛祖，终于有人收你了。可没人通知我呀。你潜水啊？谁去水里通知你？哎，对了，把这些东西帮我收拾一下。是。喂，你这身衣服是不是穿了好几天了？啊，你不觉得有股味道吗？创不是给你买了很多衣服吗？你懒成这样，不用换啊？我换过了呀，我昨天是微领的，今天是圆领的呀。而且他给我买的款式都差不多。创，你带他去明娇的房间，给他拿几件衣服穿。你让他进明娇房间拿衣服，明娇知道还不发火啊？没事，他生气不是更好吗？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可以哄哄他，不用谢我啦。小姐，这边请。怎么样？叹为观止吧？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衣服在仓库。哇，还有很多衣服都没拆吊牌呢。哎，跟你过日子不错啊，省一保姆。我呀，最受不了这种脏乱差的风格。这些香水都是金帆每次出国的时候帮他妹妹买的。他要是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面呢，乔氏早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。给我1个小时，差不多就可以把这里收拾好。好的，婉清阿姨。滴答答答，哒啦哒。
工作量太大，所以计算失误了，用了2个半小时才完工。所以乔金帆呢？不知道，跟情人约会去了吧？你是想在这儿待着，还是回他那个公寓去？乔金帆今天晚上会在哪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去伦敦喂鸽子，或者去埃及吃早餐。那我还是回公寓吧，我对那儿比较熟悉。好，那我就下班了，走。你在干嘛？我弄吃的，这是我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不是去会情人了吗？我改主意了，想回来看看你。做饭的阿姨呢？放假。那家里只有你跟我2个人。还是拿这个吧，拿这个吧，这个安全。你会做饭吗？必须的，看清楚。微波炉，搞定。你这样弄会吃死你自己的，不如交给我，我来吧。你会？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给你一个大惊喜。你还站在这干嘛？看着你啊。我在做饭的时候最怕别人在旁边看着了。你想对我怎么样？我想就方便，请。啊，果然是有大惊喜啊！以免你下毒，参考。我怕你有传染病。知道为什么你的男人会不要你？就因为你这样的态度。唉，还是让乔老师给你指点一下迷津吧。男人呢是主动性的动物，他最不喜欢被人安排。男人就想听一句话，就是他最想听的那句。没有条件的男人才不会拒绝。外面花花世界为什么要专一？正所谓留作宝书音，追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还有，男人是个视觉性的动物。等你很久了，别动。别动。终于等到你了，小燕。耶！干嘛？你以为我想干嘛？非礼我。想得美。早上好，乔总。喂，欢迎各位大哥回家。昨天晚上有蟑螂的时候都去哪儿了？这家里有蟑螂？不可能啊！继续。好。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回家可以，把话留下，东西放下，过来。
留什么话啊？承诺。现在你是我的未婚妻了，虽然就是名义的，但是还得要对我负责的。对你负什么责啊？首先呢，不可以关机，不可以不接电话，不可以不回短信，不可以玩失踪。一天24小时，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，一天通话3次，早中晚各1次。哦。还有，不可以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，不可以玩暧昧，不可以被媒体拍到亲密动作。如果有人追你，不可以答应，不可以搭理，不可以联系。我尽量。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还有，心里不能想别的男人，想都不能想。连这个也要管啊？我怕你的演技太差，会露出马脚。无聊。这句不是我想听的。那你想听什么？这句也不是。神经病。男人只想听到的那句话，就是他最想听到的那一句。好吧，我记不住。别太想我，再见。婉晴去哪儿？回家。能，他让我给你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护肤杀虫剂。上班。焦总，我想这次合作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看，他现在是情况是知道了。小雪，前面坐吧。走。乔董，夏董来了。哦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乔董，欢迎夏董事长。啊，哎呦，气派啊，果然气派，名不虚传啊。回去之后，咱们也该敲敲打打弄了，要不然跟乔董差一大段距离呢。乔董的品味那可是一流啊，我们恐怕再努力20年也追不上乔董啊。哎，哪里哪里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就是跟着夏董把华朗品牌打出来的高征高总吧？哎呦，乔董都认识小人。当年你在香港替华朗收购2级商务楼，出手非常狠。夏董带兵真有一手啊，我乔某自愧不如。哪里啊，我跟你比起来还差一大截呢。你这才出了一手啊！咱们集团的几个精兵强将，全坐在这儿开会了。你要是火力全开，那还得了啊！莫凌天有今天，全靠你的栽培。我得郑重地感谢你，培养了这么优秀的人才给我们乔氏。没有你，就不会有莫凌天，更不会有徐氏双联地这个项目。嘿，夏董，真是了不起啊！哎呦，这哪儿的话呀！这难得乔老太太给面子，让我加了点小股，我们才有机会到这儿来开会。您大股东，哎呀，家母有命，莫敢不从啊！对，你看，今天我把乔氏高层及财务总监都叫来，大家好好讨论一下，推动细则。好，来坐坐。请坐。啊，夏董，乔董，金帆还没有来，乔老太太叫他领会。他的心思不在这儿，不用等他了，我们开会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又来晚了。啊，不晚不晚，不算晚，会议刚刚开始。来，坐吧，请坐。来。
看什么啊？开始啊！那就开始吧。今天我们乔氏和华朗坐在一起，是一起来讨论这个双联地新项目的前景。希望能在了解这个项目细节的基础上呢，双方就未来的建设方向达成一致。在为大家展示项目细节之前，我想请华朗集团的夏董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地的优势。夏董，请。双联这块地呢，虽然是我们华朗先看中的，但是我已经全权交给莫凌天先生来负责，所以还是请莫先生来介绍吧。临海商圈是本市最具有商业价值、文化意义以及经济影响力的黄金地段，是政府对城市规划中将会投入最多资源和政策倾向的一个地段。大家都知道，在过去，这片商圈被各家房地产商瓜分占有，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局面。我们乔氏和华朗集团正好拥有这样一块地皮，但是呢，这样的局面不利于统一开发，形成规模化效应。而我呢，正是看中了其中潜在的优势，所以从徐氏手中购得这块地的开发权。徐氏这块地的位置呢，正好是在乔氏和华朗的正中间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徐氏和华朗的这块地呢是遥遥相望，虽然各自面积不小，但是不够开发大项目。这样一来，徐氏这块地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。现在我们乔氏、华朗、徐氏将强强联手，三足鼎立将变成联合舰队，集各家之所长，充分发挥规模优势，共同开发，互惠互利，获得共赢。谢谢。非常感谢莫凌天先生对项目的介绍。我相信，我们乔氏和华朗将会有一次非常幸福美满的联姻。这个项目还没有名称，夏董，我希望你为这个项目起个名字吧。哎呦，我哪有资格啊？还是由乔董拿主意吧。我看这样吧，这个项目是凌天的，凌天，你起个名字吧。没有人提议啊，不如我来提议吧。这个项目是莫凌天发起的，不如就叫凌天计划吧，怎么样？好。那我宣布，凌天计划正式启动。哥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可以叫我乔总，乔金帆、乔花花的，什么都可以。我不想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新闻传出去。我再警告你一次，我只有乔明娇一个妹妹。别管他，当他什么都没说。你放心，只要有你在，就不怕别人欺负我。婉清，华姐，
婉清，你终于来上班了。你以为我退休了？真没想到这么多事情。我也没想到。我以为你要多休整一段时间呢。我想以后，如果我一个人待着，更容易胡思乱想，所以还是过来工作吧。回来工作可以让我重新站起来。婉清，你真的很坚强。想要对你说，看天空。